来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最近落过雨了后，佫出日头，翻好天，湿度悬，厝内底电器真会因为湿湿引发着火灾。高雄大树一间餐厅要来洗冷气，喷清洁剂了后，常常导火烧起来，真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消防局来提醒，这款的天气，厝内的电器真会反弹，所以这个电器的插头都要保持打扫清气，安尼才安全妥当。 冷气机烧害了，高雄大树区这间餐厅早起工作人员准备要清冷气的时，向线导火，加在无人受伤。导火原因要去调查，不过消防局就提醒讲，最近落雨过了后，佫变好天，湿度较悬，厝内电器较够湿，所以讲引起火灾风险相对较悬。 是讲厝内电线若是白做火有破皮，还是讲有超载，拢有可能变成火烧厝的导火线。插头若是讲有土粉啊，加上环境较湿，电风冷气无保养，拢要特别注意。电线不要像这种有裸露。 不要裸，然后不要用了插座，我们就把它拔起来。电器旁边不要放一些可燃物，因为万一它电线短路之后，然后产生一些火花嘛，然后就会扩大燃烧。消防局提醒讲，用电莫超载，电线莫白做火，莫有破皮。插头要保持清气，电源的插座莫插条条，电器边啊唔能放会导火物件，爱买有安全标种的电器，安尼才较袂发生火烧厝。